继续来看新北市民等真久的坐稳环状线正式完工了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去试坐，真满意。讲等台北市长郭文哲回国了后，双方会超时间，大约是农历过年的期间会来举办通车的典礼。正式通车了后，会有1个月时间开放予大家免费来坐。坐稳环状线顺利完工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带领官员甲民代做伙试坐，对大坪那站发车开起来真平稳，让侯友宜感觉真满意。噪音几乎完全没有听到，当然还有一些小缺失，我们民众有反映的，我一定会把它改善到让大家满意。捷运环状线沿途有14个车站，从新店搭到五股的新北产业园区，比原来还要省下20分钟的时间。环状线第一期通车路线总长大约是15.4公里，一路经过新店、中和、邦桥甲新庄，会当有效提升交通运输的机能。预计这2天就开放试坐，过2年期间正式通车，有1个月时间是免费的。预计最快的时间点，我会跟柯市长敲定好。刚开始的4程也是免费，正式通车以后，还会有1个月的免费搭乘。坐稳站内嘛是真有学问的，伫无同的时段播送无同的音乐。新北产业园区站也阁有设置办电机的空间，互到桃园机场出国的旅客当省搁较侪时间。什么时阵通车，互民众拢真期待。